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地產代理監管局主辦嘅專家分享來港租買房屋避坑指南網上直播講座。我係今日嘅講座主持人林嘉瑤嘉嘉。監管局不時會舉辦講座，同大家一齊探討有關物業市場上面嘅一啲熱門議題，同埋物業交易過程中必須留意嘅要點嘅。嚟緊嘅時間，我會同幾位嘉賓就住來港租樓同埋置業前要注意嘅事項，同埋點樣避免踩雷呢一個題目，同大家傾下偈，分享一下意見同埋心得嘅。今次我哋嘅講座會以 Zoom 同埋星島星探講升學微信視頻號同時進行網上直播，所以無論你係啱啱嚟香港做嘢，又或者遠喺國內同埋海外計劃嚟香港讀書，都可以安坐家中收睇到今次講座㗎。喺講座進行期間之前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嘅 Zoom 講座係有廣東話同埋普通話雙語選擇，只需要點選地球標誌就可以選擇到想收聽嘅語言。詳細操作流程可以參考翻講座提示 email 入面嘅附件。相信大家有好多問題想問今日三位嘉賓㗎啦。各位 Zoom 同埋微信嘅觀眾可以將你嘅問題寫喺留言位置，我哋會盡量安排嘉賓回答㗎。另外請觀眾留意啦，講座中嘉賓討論嘅內容只係屬於個人意見，僅供參考，並不代表主辦同埋支持單位嘅立場嘅。喺講座開始之前等我介紹一下今日嘅嘉賓啦。佢哋分別係香港警務處商業罪案調查科反詐騙協調中心黃之文總督察 Grace， 你好。你好，大家。香港立法會議員江玉歡律師，大家好。以及係地產代理監管局執行總監陳宇敬律師，大家好。歡迎晒三位嘉賓啊！嗱，今日我哋嘅講座主題就係來港租買房屋避坑指南啦。近年新來港人士啊，同埋非本地嘅學生喺租樓同埋買樓方面發生唔少嘅騙案嘅。首先就想請教下 Grace 啦，究竟近期有啲咩嘅騙案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呢？點樣可以辨識個騙局，同埋有冇常見嘅騙案手法我哋需要留意㗎？好，嘉嘉。咁首先我就講解一下過往幾年裏邊香港嘅騙案數字先啊。咁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就係喺過往幾年裏邊其實由幾千宗嘅騙案開始啦，就直至到2024年全年就已經增幅到去44,480宗嘅騙案㗎啦。咁即係個增幅就接近四倍啊，4倍半嘅。咁另外一方面大家值得留意嘅就係騙案除咗數字上面係有增加之外咁佢嗰個損失嘅金額亦都有增加。咁係2024年全年嗰4萬幾宗嘅騙案裏邊咁已經達到91億元嘅港元㗎啦。咁即係喺接近2宗嘅罪案裏邊其實已經有1宗係騙案嚟嘅。咁另外啦，啱啱講嗰4萬幾宗騙案裏邊其實裏邊嘅分佈又係點嘅呢？咁大家可以睇到啦，最多就係大家最常用嘅一啲網上嘅購物嘅活動啦，所以網上購物騙案就佔最多嘅。咁其次嘅就係電話騙案啦，咁繼而就會有其他種類嘅騙案啦，同埋投資騙案都值得留意，因為佢哋佔嘅金額就比較多。咁下一張大家可以見到嘅，咁投資騙案雖然佢唔係最高嘅數字啊，咁但係佢喺損失方面係最多嘅。咁因為當中受害人好多時候就係用晒佢哋嘅老本啦，咁就去投資，咁發覺而家自己被人呃嘅。咁喺過往嚟講都佔接近40%嘅，喺嗰91億元裏邊佔咗40%㗎啦。咁講咁多個數字裏邊其實呢啲都係金錢上面嘅損失啦。咁但係我想講更加重要嘅就係除咗金錢上面損失之外其實騙案亦都會令到人係喪失性命嘅，甚至係會令到屋企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狀況出現嘅。咁喺過往嗰2年裏邊咁其實超過咗6宗係因為騙案個受害人可能喺心理上面啦，或者金錢上面受到嚴重嘅打擊，咁令到佢哋就自尋尋求呢個自殺啦咁樣。咁我哋見到有啲係細個到係學生嚟嘅啫。咁我哋當中就會有一啲係假冒官員嘅騙案裏邊咁佢哋收到電話就話自稱係假冒官員，咁當然都會講解嘅。咁有啲10幾歲嘅學生因為將屋企人俾佢讀書嘅錢，咁佢就攞咗去俾咗騙徒，咁所以佢就會因為咁樣非常內疚啦，到最後佢就自尋短見，就跳咗樓，咁就送院不治嘅。咁當中亦都有啲係90歲嘅退休人士啦，咁係呢個都係電話騙案而損失咗一啲金額嘅。咁好啦，我知道今日其實報名嚟聽呢一個講座嘅
嘅聽眾咧，其實個分佈咧有超過一半咧，據我理解係學生嚟嘅。咁啊，所以咧即係亦都有一半咧係一啲在職人士啦。咁佢哋咧亦都有興趣咧係嚟香港咧係去租樓或者係買樓嘅。咁所以咧，以下落嚟咧，我會就站住喺警方嘅角度咧，就講解一下咧同佢哋比較常見嘅案件嘅。咁啊，當中咧以電話騙案咧就需要你哋嘅注意啦。咁另外咧，其實其餘嘅投資騙案啦、求職騙案啦，以及其他種類騙案咧，都可能會牽涉佢哋。咁我講解以下嘅一種咧，就係同租務有關嘅問題。咁啊，首先咧有我哋喺香港上面咧見到有一啲咧係用香港嘅租樓，即係一啲業主可能自己放出嚟嘅，大家都用嘅平台，例如話28 House 咁樣啦，咁就去揾獵物嘅。咁呢一個 case 咧就係香港嘅業主放租出去，咁咧就因為咁樣而招到咧騙徒嘅垂青啦，跟住咧就呃咗佢錢嘅。咁另外咧就係香港另一個報道我都貼咗出嚟啦，咁就係有關於咧喺2月14號咧嘅一個記招。咁啊，警方咧就喺2月嘅時候咧，2月初開始啦，咁就咧追查一個咧就係有超過150名嘅受害人，當中牽涉到咧有高才通啦，同埋港漂學生咧中招嘅。咁裏邊咧牽涉嘅角色咧非常之複雜啦。咁當中咧拘捕咧，除咗有呢一個詐騙集團嘅一啲有黑社會背景嘅人士之外咧，亦都牽涉咗一啲地產經紀嘅。咁咧，而且裏邊咧係佢哋嘅做嘢手法有2個重點，我都想同大家喺呢度咧就注意下嘅。第一咧就係佢哋會揾我哋本地嘅人士啦，咁就去扮呢個業主。咁首先咧就向咗個真正嘅業主租咗間屋先嘅。咁俾咗3個月嘅租金之後咧，就將自己就扮成呢一間屋嘅業主啦，就喺網上面咧就放租。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哋會喺咧大家都熟悉用嘅平台，即係可以係小紅書啊，或者係其他大家都會用嘅平台咧，就將佢包裝成為第一，我係呢一間屋嘅業主，我放租；第二咧就係喺佢傾嘅呢個租金嘅時候咧，佢哋通常就會用一啲比較低廉嘅價錢，例如話，如果嗰個有興趣租呢一個盤嘅一啲學生或者高才通，佢哋願意俾1年嘅租金嘅話咧，咁佢哋就會有個折扣啦。咁就令到咧好多人咧都係願意俾一個長期嘅租金落去，一次過俾佢。咁但係最後當然發覺啦，佢哋嘅錢咧係冇租到呢間屋嘅，而呢間屋咧去到第4個月嘅時候咧，佢哋就發覺原來自己被踢走㗎啦。咁第二個問題喺呢一單 case 裏邊，我都想帶出咧，就係佢除咗咧喺網上面咧扮業主放租之外咧，佢亦都係喺網上面咧係去用一啲包裝，例如係有好多金飾啊，又或者係大量 cash 啊，又都有或者係一啲高尚嘅生活啦，去招攬咧高才通或者係港漂嘅學生咧，係幫佢哋呢個集團咧係去賣樓嘅，或者係去帶一啲睇樓團嚟睇樓嘅。咁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嗰個港漂嘅學生或者高才通咧，其實不知不覺間咧，亦都協助咗呢個詐騙集團咧係去行騙嘅。咁所以呢單案件裏邊咧，我想大家都注意呢2點嘅。咁嚟緊咧，我就講第2類咧，大家有機會喺香港會遇着嘅騙案啦。咁喺呢個時候咧，麻煩大家睇一睇個片段先啦。大家係咪成日收到陌生來電咧？嗱，又打嚟啦！這裏是衛生署，你有一份醫療文件尚未領取。如果你繼續收聽嘅話，廣東話按1字，普通話按9字。無論你揀咩語言，接聽嘅都係普通話。如果你仲要繼續，就會有真人扮內地公安同你通話，同埋 send 有你個人資料嘅拘捕令俾你，咁都繼續接聽啊？個假公安就會叫你交保證金，唔好同其他人講，同佢保持聯絡，仲有將自己嘅網上銀行戶口密碼交出。佢哋會向你展開連串心理戰術，包括建立權威、要求保密、定時報到。如果你到而家都唔收線，咁你畢生嘅積蓄就會一鋪清袋。記住啊，收到啲咁嘅電話錄音，一律要咪亂聽，咪亂聽，咪亂聽啊！懷疑被騙，即打防騙易熱線18222。大家睇完之後咧，係咪都知道我要講咩咧？就係呢個電話騙案啦。咁電話騙案咧，其實咧係嗰個手法咧，都係照舊用一個電話嘅形式咧，係去打電話俾你，跟住咧就自稱咧係一啲以往啦，就會話估下我係邊個啦。佢可能扮你屋企人，或者扮你朋友借錢，亦都咧可能有機會咧係要扮一啲內地嘅官員啊，咁就去問你咧就索取呢個金錢嘅。
咁但係我想提即係我諗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呢一類型嘅故事㗎啦。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有機會咧，就係騙徒我哋都發覺咧，佢哋會因為呢一個市場嘅變動啦，咁佢哋會用唔同嘅外表咧包裝自己，再用同一個手法咧去接觸你嘅。咁我哋大家見到圖示裏邊咧，就係我哋喺反詐騙協調中心咧喺小紅書裏邊咧出嘅有關電話騙案嘅一啲警告啦。咁當中大家可以見到咧，真係層出不窮嘅。包括佢會扮呢一個中國移動嘅公司或者電信公司去話你咧申請咗張卡，其實你係冇申請過啦。咁當然咧，佢就會叫你俾一啲人個人資料出去咧，或者銀行資料係取消呢一個服務，繼而咧你就會因為咁樣咧就損失咗你金錢㗎啦。咁亦都咧係大膽到咧係會扮呢一個深圳市民政局啊，係打電話俾你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除咗內地嘅官員或者係公安之外啦，咁佢哋都會扮演我哋呢一個香港嘅警務人員啦。大家見到咧就係圖示中間嗰個咧，佢就攞咗我哋官方網頁裏邊咧一啲高層嘅資料，就偽造一啲工作嘅委任證，跟住咧就走去行騙嘅。咁啊，大家見到咧，亦都係大家會用嘅服務，例如係地鐵，佢哋亦都會去辦呢一個地鐵咧，就打電話俾你去呃錢。咁亦都咧曾經試過咧係假冒律師，跟住就話俾你聽，佢會幫你咧去申訴到你因為騙案咧而損失嘅金錢，作出2次嘅詐騙嘅。咁呢一啲咧，我都希望咧大家可以記住啦。咁咧以下落嚟咧就係一個咧喺因為電話詐騙案裏邊受害嘅一個內地人。咁佢喺香港度報咗警之後咧，就同我哋反詐騙協調中心咧就拍咗一個剖白。咁我節錄咗一個佢自己自白嘅過程裏邊受咗啲乜嘢嘅處境嘅問題。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睇一睇片先。他就是以入境處的名義來跟我打電話，說有一個登記了我名字及個人信息的電話號碼，在內地發送一些不良的廣告或擾亂當地民眾，違反了這個香港的法律，寫到了這個黑名單上。你就很匪夷所思，因為這確實不是我做的。他非常能理解我的境況，並令我立案調查。他幫我撥通了就是當地的公安的電話，我到和當地的公安就互通了一下情況，然後準備立案調查的時候，對方就告訴我是某一個國家2級的這個洗錢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他說他必須要把我逮捕歸案，並且向我出示證據。那個證據就是一本印有我的個人信息的銀行賬戶，那裡面就存着很多的流水記錄。然後他就說這個證據是一個鐵證，因為它印有我的名字。點讚關注哦！大家可以見到咧，受害人當其時咧係真係以為咧自己係接到咧內地公安嘅一啲電話嘅。咁我就想講咧，即係可能佢親身嘅剖白咧，令到大家嘅可信性覺得高啲啦。咁以下落嚟咧，我會放出一啲咧有關於呢一類型嘅騙案裏邊咧，受害人常見嘅一啲文件啊。因為咧騙徒係會偽造一啲文件咧，係去呃嗰啲受害人嘅。咁我而家見到咧，就係佢哋會假扮咧係上海市最高人民檢察院嘅一啲通緝令啦，又或者係一啲協查嘅一啲通報嘅，即係話咧，佢哋會貼你嗰張相落去啦。無論你唔好理佢點樣攞到你張相或者你嘅資料都好，佢呢一類嘅咁嘅檢察嘅通報咧都係假嘅。咁另外啦，如果對方係 send 一啲即係俾一啲一啲信息你，裏邊係有一啲網站咧叫你入嘢嘅話咧，咁大家都記住啦，就千祈唔好點擊啦，因為點擊咗落去咧，你會見到係冇錯喺一啲網上嘅安全認證等等，你會見到啲官方嘅 logo 啦，但係呢一啲全部都係佢哋騙徒偽造出嚟嘅一啲網站嚟嘅，係你啲銀行資料嘅。咁亦都會有咧，就係佢哋甚至扮到咧係最高人民檢察院嘅一啲網站，去攞到一啲公眾嘅資訊。咁所以呢一類型嘅嘢咧，大家都可以知道，佢連個網站都去假俾你嘅，所以千祈唔好接收任何有關佢哋寄俾你嘅所有嘢。咁當然啦，除咗咧我哋之前見到嘅地鐵公司啊，或者係一啲電信公司，我哋警務人員之外啦，咁佢哋亦都會假扮呢一啲服務人員啊，亦我哋俗稱客服啦咁樣樣。咁較早前呢，佢哋上年喺4、5月嘅時候開始就假扮淘寶嘅客服啦，就呃咗大量嘅金錢。咁亦都會冒充呢一啲短視頻、抖音等等嘅。咁我哋都會因應咧呢一類嘅騙案啦，咁反詐騙協調中心咧都發出咗好多嘅警示出去嘅。
哇！見到咧騙徒嘅手法咧，真係層出不窮㗎。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萬一真係咁唔好彩遇上騙案嘅話，我哋又可以點樣咧尋求協助呢？咁嘉嘉其實咁嘅，如果咧你喺香港咧懷疑自己受到詐騙案嘅話咧，咁你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反詐騙協調中心嘅24小時熱線18222。咁咧我哋呢個熱線咧係24小時由警務人員咧去回答你有關於騙案嘅查詢。但係如果你已經確保到自己咧係受到詐騙㗎啦，咁樣我就建議你咧去最近嘅警署，又或者網上作出呢個報案咧，等你警方可以立即作出調查。好喺度咧，唔該晒 Grace 嘅分享啊！聽完 Grace 嘅講解之後咧，相信大家更加明白到騙徒嘅手法係點，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學識點樣去避免啊嚇！跟住落嚟咧，就想請教下江律師嘅，因為喺香港無論係租樓啊定係買樓嘅過程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法律條文啊同埋細節㗎。而且如果出咗問題嘅話，我哋究竟可以點樣去追討損失嘅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專業意見？不如咧，首先就講下喺香港租樓同埋買樓嘅法律流程係點樣啊？好啊，多謝嘉嘉。嗱，如果咧要避慳咧，我諗咧我哋一定就要好清楚有關嘅流程先。咁所以嚟緊嘅一段時間咧，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喺香港咧買樓、租樓其實個法律程序係點樣嘅。咁同埋就係話，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點樣能夠追討損失咧？咁嗱，首先咧我就會想講下喺香港買樓嗰個流程係點樣啦。嗱，喺香港咧，一般嚟計咧，業主咧係會透過咧有牌嘅持牌嘅地產代理咧去到放盤嘅。咁而買家咧一般嚟計就會去睇樓啦，一定要咁同埋咧可能就會喺呢個階段咧擬定一啲同業主方面咧擬定一啲咧我哋叫做商業大家嘅條款，可能包括樓價等等。嗱，咁我喺呢度咧都想勸大家啦，喺香港買樓咧，就一定要透過持牌嘅地產代理啦，最好咁同埋咧，一定咧就要去，有時係要見下個業主啦，或者要見下實物，真係要去睇樓嘅喎。咁好啦，如果大家嗰個商業條款咧，其實係擬定咗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喺第一個階段咧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同埋咧所謂嘅俗稱咧就要俾細訂嘅。咁喺香港嚟計咧，我哋叫做臨時定金或者細訂咧，一般就係會介乎樓價嘅3%至到5%嘅。咁好啦，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之際咧，其實有時啦喺有一啲嘅物業，如果譬如佢有改動啊，或者有啲特別嘅條款咧，好多時候亦都會簽署一啲我哋叫做補充嘅買賣合約。咁嗱，呢度要大家要知道啦，喺香港咧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或者一啲我哋叫做補充合約咧，其實都係會有法律效力嘅噃嚇。好啦，簽署完臨時買賣合約之後咧，咁我哋咧其實買賣雙方咧就會委託大家嘅律師啦。喺香港咧，我哋係有好多嘅律師咧係可以委託業主可以係其實代表業主同埋係代表買方嘅。咁嗱，一般咧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啦，到簽署第二階段嘅正式買賣合約咧，都有14日嘅，一般嚟計。咁喺呢段嘅期間咧，代表業主嘅律師咧就會草擬正式買賣合約，而代表買方嘅律師會做啲咩咧？一般嚟計咧就要可能喺收到正式買賣合約嘅草擬本嘅時候咧，就會幫你審核有關嘅正式買賣合約啦。咁好啦，到14日左右咧，如果所有嘅正式買賣合約嘅條款係擬定咗嘅時候咧，咁就大家會雙方簽訂正式買賣合約。而喺嗰個時候咧，買方咧亦都要繳付咧，我哋叫做加付定金或者係叫做大訂嘅。一般喺香港咧，臨時定金加埋加付定金咧，就會係樓價嘅10%左右。嗱，如果一個業主咧問你攞多過10%嘅臨時定金或者係加付定金咧，咁大家就要咧可能要小心一啲，要清楚嗰個原因係點解啦。嗱，簽署咗正式買賣合約之後咧，賣方嘅律師一般咧就會將物業嘅契據交俾買家嘅律師。嗱，喺香港咧，我哋一般咧同可能喺世界其他地方唔同，我哋香港咧係要查契嘅。所有有關呢個物業嘅業權文件咧，理論上都係一定要交俾買方律師去到幫你查核業權嘅。咁啊，一般嚟計咧，我哋要最少咧查15年嘅契據嘅噃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咯。如果查晒契冇問題啦，物業嘅業權係完整同埋良好嘅時候咧，大家就會準備去到成交。
咁喺成交前嘅大概可能係1個星期左右啦，買家嘅律師咧就會安排買家到律師樓裏邊咧簽署有關樓契啦。如果係要借錢嘅時候咧，亦都會簽埋按揭嘅文件嘅。咁啊，所有樓價嘅餘款需要俾嘅餘款咧，都會喺呢個時候咧，你係要向律師樓去到繳交。咁去到成交當日咧，咁啊買賣雙方咧就會買方咧就會將嗰個契據樓契咧送去俾賣方律師。咁啊，亦都會俾埋嗰個樓價嘅餘款。咁整個物業嘅交易咧就會完成㗎啦。咁而業主嘅律師樓咧，喺收妥咗嗰個樓款嘅餘款，同埋喺嗰個樓契之後咧，亦都會將嗰個鎖匙我哋叫做正式交給咗俾個買家。咁整個買賣咧就叫做完成㗎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睇下喺香港租樓個法律程序係點樣嘅咧。咁嗱，喺開頭嘅階段咧，其實作為一個租客咧，嗱要記住咯，一定係要去睇下個物業㗎嚇，唔好淨係靠網上嘅資料要去睇樓。咁另外啦，就一般嚟計咧，我哋都會建議啦，亦都係透過咧我哋叫做有牌嘅地產代理去到做啦。好，去睇樓嘅時候咧，有幾樣嘢咧，作為一個租客咧都要留意㗎，包括就係咩咧？嗱，如果嗰個物業係有現有按揭嘅喎，譬如係按咗俾銀行嘅時候，咁我認為咧租客咧就必須要去問下個業主，究竟銀行係有冇同意到有關呢個租嘅咧咁樣。嗱，另外咧就係我哋亦都要睇下咧譬如會唔會租俾你嗰個係一個二房東嚟嘅咧？佢唔係真係嘅業主咧。嗱，如果係咁嘅情形嘅話咧，如果係一個二房東咧，我哋亦都要確保有關嘅業主係同意二房東係分租呢個單位俾你嘅。好啦，喺所有嘅我哋叫做租金啊、租期啊或者其他條款擬定咗啦，大家傾掂咗之後咧，就會去到簽一個我哋所謂嘅叫做臨時租約。咁嗱，喺簽臨時租約之前咧，而家喺香港咧，一般嘅業主咧，因為佢哋想確保嗰個租客咧係佢哋有個能力去到交租，咁亦都有啲時候咧，業主係會問一個租客咧有關嗰個入息證明或者係嗰個就業證明嘅。咁好啦，咁跟住大家去簽臨時租約嘅時候咧，租客亦都要俾一個我哋所謂叫做臨時嘅定金嘅。好啦。喺簽署咗臨時租約之後咧，大家就會咧去到喺14天之內咧就會簽一個正式嘅租約。嗱，喺香港咧，正式嘅租約咧係可以由律師制定又得，或者有時咧地產代理都會幫忙去到制定一啲正式嘅租約嘅。咁租客嚟嘅咧，理論上咧係可以按照你個臨時租約去到審核有關嗰個正式租約嘅條款嘅嚇。咁一般嚟計咧，喺香港嘅正式租約咧都係比較標準嘅。好啦，簽署正式租約嘅時候咧，一般嚟計咧，我哋就會俾2個月嘅按金同埋1個月嘅上期。當然呢個就會減去咗你先前已經繳付咗嘅臨時定金。咁亦都會俾咧有關嘅釐印費㗎嚇，即係我哋所謂嘅一啲即係政府裏邊咧需要繳付嘅印花稅。咁繳付完之後咧，理論上咧整個租約嗰個交易咧就完成㗎啦。代表你嘅地產代理或者代表租客嘅律師代表咧，就會將呢份租約送去俾稅局咧，去到繳付呢個印花稅。如果呢個租期係長過3年嘅時候咧，理論上咧亦都要去攞去土地註冊處喺度登記嘅。相信咧各位觀眾對於喺香港租樓啊同埋買樓嗰個流程咧都了解咗好多㗎啦。但係萬一真係出咗問題嘅話咧，我哋又可以點樣追討損失咧？好啊，嘉嘉嗱，呢方面咧，我哋大家就唔需要擔心㗎。喺香港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套好完整嘅制度咧，係可以處理有關嘅糾紛㗎。嗱，一般嚟計咧，如果係租客咧，如果遇到一啲我哋叫做租務糾紛咧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向土地審裁處係提出申索嘅。有關嘅程序咧，一啲都唔複雜。咁所以譬如例如有一啲嘅問題啦，究竟簽嘅租約有冇效啊？或者就係話裏邊租約，譬如一啲我哋叫做維修嘅條款啊等等咧，都可以其實咧向土地審裁處咧係提出申索，而去到咧解決嘅。咁另外啦，除咗土地審裁處咯，譬如買賣啊咁樣嘅時候，又有一啲乜嘢嘅途徑咧？咁嗱喺香港咧，我哋都有幾種方法嘅，有幾個法院係可以負責處理呢方面嘅糾紛嘅。
例如啦，就係小額錢債審裁處咧，咁啊處理一啲咧我哋叫做金額比較細小嘅我哋叫做索償啦。例如如果係少過75,000蚊港元咧嘅我哋叫做索償咧，就可以喺小額錢債審裁處裏邊咧係去到解決嘅。咁啊，另外咯，如果牽涉嘅金額比較係多啲啦，例如係譬如話會超過咗75,000蚊啊，譬如要有幾十萬嘅喎嚇，即係索償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去到移師去到區域法院去到處理。如果係大於300萬嘅賠償嘅話咧，就可能要去到高等法院添。好啦，另外咧，我都想講一個咧比較係有即係特別啲嘅議題咧。最近喺香港咧，好多時候咧，當買賣物業啊，或者係租物業嘅時候咧，租客或者一啲嘅買家咧，都會去到好緊張。究竟物業咧有冇曾經係譬如有命案發生咧？所謂嘅我哋叫做兇宅。嗱，咁我呢度咧要解釋清楚啦。嗱，一般嚟計咧，如果個買家或者租客係冇向地產代理係提出問題嘅時候咧，好似一般去睇樓咁咧，嗱，一般地產代理咧就未必有咁嘅責任咧，係去到要即係話俾個買家或者個租客聽嘅，因為喺香港咧係冇一個正常嘅途徑，我哋叫做官方嘅途徑咧去到查核呢一樣嘢嘅。咁當然啦，如果有關嘅買家或者租客，佢真係去問過，好緊張去問過嗰個地產代理嘅話咧，理論上咧個地產代理如果喺知情嘅情況底下而刻意隱瞞咧，咁理論上咧當然就會有責任啦。最後咧，嘉嘉我都想咧同咁多位嘅聽眾咧都講下啦。其實喺買樓同租樓喺香港咧，我想俾少少錦囊大家嘅。嗱，租樓嚟計咧，我有7個錦囊可以獻俾大家，好簡單嘅啫。嗱，一定要睇樓啦嚇，確實業主身份啦。第二啦，就係要睇下佢有冇按揭啦嚇。如果有按揭嘅話咧，就要有銀行嘅同意啦。第三啦，就要清楚去界定租約嘅期限，或者係有冇續租權啦。第四，租金究竟包含啲咩嘅咧？香港嚟計咧就好興話叫做全包㗎，可能即係話包埋管理費啊、差餉或者地租。另外就要睇下有冇違建啊個物業，因為好多時候呢啲業主可能有改動都唔定嘅。第六啦，亦都要睇下嗰個大廈有冇會唔會即將會進行大維修。如果進行大維修嘅時候咧，都會可能影響咗嗰個物業嘅享用嘅。最後就係頭先我講過啦，有冇二房東呢？其實嗰個租俾你嗰個人，究竟佢係真正嘅業主啊，定係二房東？呢方面都要留意嘅。好啦，買樓呢，我都想獻7個錦囊俾大家嘅。第一，同樣啦，要睇樓核實業主嘅身份，好多時候呢都可以問下佢哋供樓嘅單據，或者差餉啊，或者地租嘅單據。第二啦，亦都要睇下佢有冇違建啦。一般咧，地產代理咧都會俾物業嘅圖則俾你咧去到核證嘅。第三，亦都要睇下咧嗰個物業即將會唔會有大維修去到進行，或者咧會唔會係嗰個喺個大廈裏邊原先咧管理得唔係咁好喎，好多管理費赤字係產生咗出嚟喎咁。第四，物業有冇其他漏水嘅情況啦？有冇訴訟進行等？譬如會唔會係被樓上樓下一啲我哋叫做鄰居其實係告緊呢咁？嗱，另外啦，第五亦都要睇下個物業有冇按揭啦。嗱，如果有按揭嘅時候咧，可能俾定金嘅時候咧，就要交俾業主嗰個律師樓去到託管。第六咧，亦都要去清楚睇下咧管理費嘅開支，因為喺香港嚟計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做業主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嘅費用係要俾㗎，包括管理費、差餉同埋地租。而最後一樣咧，就係我頭先提過啦。如果你哋咧係認為係緊要咧，都可能可以就兇宅嘅情況，有冇意外曾經喺嗰個物業發生過嘅情況咧，係向地產代理或者業主咧係提出質詢嘅。我喺度咧，多謝晒江律師嘅錦囊啊，非常之實用啊！接住落嚟咧，就想請問下陳總監啦，因為而家喺網上面咧有好多唔同關於香港樓房嘅資訊啦，大家可以揾得到嘅。咁啊，想問下陳總監咧，究竟點樣先至可以揾到可靠嘅中介，可以令到大家順利咁樣去租樓買樓，唔使驚咧會係踩雷咧嚇？好啊，唔該嘉嘉。咁咧就首先咧要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咧，就係點樣可以即係避坑嚇，千祈唔好踩雷。咁其實而家嚟講，好多朋友咧都會喺網上面咧就係攞一啲嘅資訊嘅嚇。咁其實咧你喺網上面攞資訊咧係特別要小心嚇，特別係一啲嘅即係社交媒體啦，有海量嘅資訊俾大家咁樣，亦都係一啲個人去發放呢啲咁嘅資訊咧，其實咧究竟準唔準確咧？咁所以大家只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其實地產代理監管局咧就係一個地產代理嘅發牌機構啦。我哋對於地產代理持牌地產代理發放嘅廣告咧，我哋係有一定嘅規矩喺度。所以咧，我呢度咧就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啦。嗱，如果你睇到一個合規嘅廣告咧，你會知道咧，你會安心啲嘅。特別若果你喺嗰啲持牌地產代理公司嘅官網裏面睇嘅廣告咧，咁你係更加開心，因為佢嘅出處咧，佢嘅來源咧係即係有保證喺間公司發放出嚟，就唔係話一個個人佢唔知喺邊一度啦，咁啊喺啲嘅社交媒體放出嚟咁樣。嗱，我哋點樣去認證翻嗰個廣告係咪合規咧？大家可以睇到咧，就係話我哋需要地產代理公司嘅持牌嘅公司嘅名稱啦。佢嘅公司嘅牌照號碼，嗱，公司嘅牌照號碼咧，裏邊係有6個 number 嘅，前面有英文字母，咁跟住嗰個英文字母咧 ，C 咧就代表係有限公司 ，E 嘅咧就係一啲即係個人公司 ，P 咧就係一啲咧就係即係合夥公司咁樣嘅，係咁嘅樣嘅牌照號碼嚟嘅。另外，若果佢嗰個廣告咧係涉及物業嘅話咧，我哋係需要佢咧就住呢個物業咧係編排一個 number， 同埋咧個登廣告嘅日期。咁等到大家知道咧，嗰個廣告日期咧係幾時，同埋咧即係所謂嘅即係 up 唔 update 啦，即係係咪更新咗㗎？而家如果你登一個2年前嘅廣告，咁大家都要考慮下，你仲加信唔信佢好啊？個市場變化咗咯噃咁樣嗱。跟住咧，我哋點樣去核查一個因為牌照號碼有啦，咁究竟個地產代理佢係唔係真真正正係有牌先咁樣？咁我哋咧就係。若果大家真係接觸一個代理嘅時候咧，其實首先可以問佢攞咗個卡片，佢個公司名啦，佢嘅個人嘅牌照，因為咧除咗公司要攞牌之外咧，每一個地產代理嘅個人咧都需要攞個牌照嘅。如果個人嘅牌照咧係有2款，一款咧我哋即係俗稱叫做大牌啦，個地產代理牌照佢可以咧就自己做經理或者開公司嘅，咁呢個係 E 牌嘅。咁你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 S 牌嘅牌照嚇，咁呢啲咧就係有一個 E 一係 S 咁樣。嗱，咁如果我哋要核查嗰個地產代理個牌照係唔係有效嘅話咧，咁我哋咧就要睇一睇啦。嗱，去到我哋嘅官方網頁個裏面咧，我哋可以睇發牌嚇，咁跟住咧就係牌照目錄，裏邊可以輸入翻公司嘅全名嚇，或者係佢嘅牌照號碼。是但一樣嘢都得㗎啦，咁你撳落去咧，你就會發現到呢一個人士究竟佢有冇一個或者呢間公司嗰個牌照咧係唔係有效嘅啊？咁你睇到呢啲資料咧，你就會安心嗱。咁究竟我哋如果要揾一個持牌嘅地產代理，佢幫到大家啲咩手咧？除咗我頭先所講嘅就話俾一啲嘅資訊俾大家之外啦，咁其實咧，若果你對某一啲嘅物業你有興趣嘅時候咧，佢可以為你索取一啲嘅物業資料啦。另外嚟講咧，亦都可以幫你安排咧去實地視察個物業。另外，若果你係對個物業心儀嘅時候，佢亦都可以咧就係同對方業主咧就裏面咧就係即係商議啊，大家去即係議價，最後咧就協助大家訂立一個合約啦。嗱，就住呢一方面咧，其實地產代理監管局咧，我哋呢一個頭先我哋所講嘅咧就係一啲嘅即係一般性嘅服務啦。咁監管局方面咧，其實就住一啲唔同嘅物業咧，都會不時咧會係出一啲嘅指引俾啲代理咧，特別去即係處理一啲物業嘅時候，你要留意嘅地方，就好似咧有一啲嘅分間單位嚇，即係或者市場上面俗稱叫劏房咁樣啦。咁一啲嘅單位好大個嘅單位間開咗，可能幾間房，令到嗰個租金咧可以平一啲。可能大家譬如話特別係學生，我租嘅地方咧。可能萬幾蚊租個地方實在太貴啦，我只係想付出幾千蚊。咁而家市場上面係一啲單位係一個單位裏面咧就劏開咗幾個單位咁樣。嗱，呢一啲嘅單位咧，其實咧就係喺2022年嘅時候咧，政府咧就出咗一個法例咧，就去保障呢啲嘅租客嘅。咁若果地產代理係處理呢啲分間單位嘅租務嘅時候咧，咁我呢度簡單咁樣講咧，就係話地產代理係有責任咧，就同呢個即係話俾個租客知道，話俾個客戶知道咧。究竟喺呢個新法例底下個租期係點樣？而家個租期咧，其實咧就係2+2嘅一個咁嘅處理方法嘅嚇。咁同埋咧嗰個嘅租金係有個管制嘅，去到頭嗰2年嘅租期，去到再續，即係話個租客係有權續租2年。嗰2年嘅租期咧，嗰個租金嘅調整個上限咧，其實係最高係10%嘅啫。
又或者係跟法例裏邊咧係有一個公式嘅調整嘅，咁以低者為準嘅。咁另外嚟講咧，若果業主係收一個費用嘅時候咧，係除咗租金同埋租金嘅按金啦，或者佢會收一啲水電費嘅話啦，嗱呢一啲嘅水電費咧係規定咗咧就唔可以收多嘅，係一定係總之係佢嘅成個單位嘅水費、成個單位嘅電費嘅總數，由咁多位嘅即係分戶嘅租客咧去攤分翻。若果收嘅費用係超出咗，又或者個業主去收嘅從呢個租客所收嘅費用咧，除咗租金、按金同埋一啲嘅頭先所講嘅攤分費按用，又或者可能租客因為整爛咗一啲地方要賠償翻之外，其他收多咗嘅費用嘅話咧，都會視為咧係一個違法嘅收費嚟嘅。咁呢一樣嘢咧就即係一個對租客嘅保證即係個保障啦。咁地產代理係有責任咧，要通知翻，係要話俾啲租客知道，即係當佢租一個啲分間單位嘅時候咧，有咁嘅對佢有一個咁嘅保障。另外嚟講咧，係簽呢個租約嘅時候咧，地產代理我哋都要求咧，佢係俾一份咧資料。其實嗰份資料咧就係我哋俾地產代理嘅一個職業通告裏面一啲嘅資訊啦。其實裏面就擺晒一啲呢一個法例裏面一啲嘅即係撮要喺裏面嘅。咁你等嗰個租客可以知道咧，我租呢啲單位嘅時候咧，其實法例裏面有一啲嘅規定嘅條款係啲乜嘢嘢咁樣。嗱，咁另外亦都需要一提嘅咧，就係特別係一啲嘅呢啲所謂分間單位啦。好多時代理可能都會幫業主收租或者各樣嘢咁樣。咁但係呢啲一般嚟講咧，完成咗交易之後再入住之後嘅工作咧，其實都呢啲就唔屬於係地產代理工作，呢啲係額外服務嚟嘅。咁所以可以大家要留心翻即係個地產代理嗰個角色係啲乜嘢啦。嗱，咁至於你話我委託一個地產代理嘅時候咧，咁而家喺香港咧就你可以選擇你揾嗰個單邊代理啦，或者係雙邊代理。咩叫單邊代理咧？即係話係淨係為一方面行事嘅，例如話我淨係為買家，或者淨係為賣方，或者淨係為租客，或者淨係為業主咁樣。譬如我哋而家係作為一個買家或者租客咁樣，我淨係為你服務嘅，咁呢個係單邊代理啦。咁就但係香港好多時咧都會係雙邊代理嘅情況嘅嚇，因為好多時都係代理會用一啲嘅盤源去吸咗個客啦，跟住你對嗰個樓盤好有興趣，跟住就佢會促成嗰個交易，咁咪變一個雙邊代理啦。咁所以好多時而家大部分嘅情況都係雙邊代理，咁各有各嘅好處啦。咁如果單邊代理嘅話咧，就當然即係佢係維護你嘅利益嚇，咁就嗰個專注性啊，同埋即係減少你呢個衝突嘅情況就可以強啲啦。咁大家有個互信咧就會建立到啦。咁但係如果雙邊代理另一個好處咧，就係大家可以協調得快啲，因為佢知道對方究竟又想點，你又想點，咁所以咧成個交易咧可能會係比較快啲或者順暢啲咁樣。好啦，咁頭先睇到地產代理都有提到佢其中個責任就係帶大家睇房啦。咁但係睇房咧就真係唔好靠網上睇，一定要實地睇。頭先阿江老師都提咗啦，實地睇房好重要嘅。咁當你睇房嘅時候咧，如果呢個持牌地產代理咧係會同大家簽署一啲文件嘅。咁呢個文件咧就係一個法定嘅文件嚇，咁其實喺監管嗰個網頁都有嘅，因為呢個係法例規定嘅文件嚟嘅。咁係一個如果係買嘅話咧，會同嗰個睇樓嘅人士咧填一份即係表格4啦。如果租嘅人士咧有一份咧就叫表格6。咁呢啲咧就我哋俗稱叫做睇樓紙啦咁樣。嗱，咁喺呢啲嘅表格裏面咧，其實咧大家做咗一啲嘅乜嘢嘅承諾喺裏面咧咁樣。咁我一陣間會做詳細俾大家睇啦。嗱，咁睇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留心幾樣嘢嘅。首先第一就係話睇樓嘅地址啦、佣金收費係點樣啦，同埋咧最緊要所有呢啲簽署過嘢咧都要攞翻一份嘅副本。另外嚟講咧，地產代理亦都會有一份表格就住每一個物業嘅。咁所以咧，大家若果對個物業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咧就攞一份嘅就係叫做物業資料表格。咁嗰咧就叫做表格1或者表格2，都係一啲法定表格。咁咧亦都係可以係今個網頁睇到個樣板係點樣。嗱，我而家喺呢一度咧就俾大家睇一睇個樣板先。咁呢個咧就係表格6，呢個租嘅話係一個表格6咧，個樣板係咁樣嘅。嗱，裏邊咧呢一度要大家要睇到嘅就係話，裏邊係有一個地方係要個代理填俾大家，咁大家咧要係一個確認簽名嘅。嗱，呢度會係寫低個物業嘅地址係乜嘢嘢，跟住隔離咧就會係幾時睇啦，跟住呢個物業嘅頭先我所講嘅物業資料你要唔要啊？你可以選擇唔要嘅，因為你可能睇咗好多，我呢個我唔要啦，咁因為個個都差唔多啫咁樣。咁另外嚟講，究竟個代理係雙邊代理、單邊代理啦？另外佢係收佣金係收幾多啊？一般嚟講咧，如果市場上面咧
一般啫嚇，一般嚇。當然係大家可以即係傾嘅。買賣咧好多時都會係1% 啦。若果係租嘅話咧，半個月至1個月嘅佣金啦嚇，個租金係作為一個佣金。最後咧就係簽名確認。嗱呢一個表咧，大家要留心啊。當你簽佢確認咗嘅話咧，即係話咧，你喺佢幫你揾樓有一段時間所謂嘅有效期啦。通常嚟講咧，市場度面都係講緊3個月左右啦，3至6個月啦。喺呢段時間，若果你跟佢睇咗樓，亦都租呢一個物業嘅時候，但係你唔跟佢咧，佢都有權追翻你佣金喎。咁所以呢個你要小心啦。即係話咧，若果你跟呢個地產代理公司睇咗樓嘅時候咧，你就應該咧就係透過佢同呢一個業主咧就作一個嘅即係磋商啊，同佢協調啊，點樣去傾翻嗰個租約啊，或者係嗰個買賣啊咁樣嘅。若果你對呢個咪有興趣因為咧呢一個表格咧嘅意思就係話咧，你跟咗呢位代理睇咗呢個服務，做咗呢個服務之後咧，你就要一路跟住去落尾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要大家要小心嚇。如果你同一個物業你簽咗俾幾間地產代理嘅時候咧，就一買咗呢個物業咧，就幾個代理一齊問你追佣咧，咁就變咗你會失咗預算㗎啦。嗱，咁最後咧係大家會係簽名作實嘅。嗱，咁另外所謂嘅資料表格咧就係表格2啦嚇，就咁樣模式嚇。咁頭先江律師都有提到啦，咁而家市場上面你係臨時做為買賣嘅話咧，就通常嚟講臨時合約咧係嗰個中介咧就係會準備嘅。至於買賣嘅話咧，咁買賣係正式合約咧就會係律師去準備啦。咁租方面咧就好多時就係中介或者律師，咁視乎翻你嗰個物業嗰個價值係幾多啦咁樣。係啦，所以大家咧記得就係揾持牌嘅地產代理嚟到去幫手啦。啱啱睇樓要注意啲咩咧？大家都有所了解啦。究竟去到簽約之前有啲咩地方係特別需要注意嘅咧？好啊，嗱，咁呢度咧就係一份嘅臨時嘅合約咧，個樣板俾大家睇一睇下啦。咁喺大家睇到咧嚇，咁臨時合約係有業主嘅名稱喺裡面嘅嚇，一定係有業主名稱嚇，大家雙方面嗰個資料會寫晒落去。好啦，嗱。呢個係一個正式租約嘅樣板啦，咁呢啲樣板咧係即係市場比較一般常用嘅啫嚇，唔係話一定係咁嘅樣嘅。喺呢啲合約咧就係大家雙方去議定嘅啫。嗱，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有地產代理持牌嘅代理係點樣去服務到大家有個安心咧咁樣。嗱，我頭先講咗咧就係話嗰個合約裏面咧係有業主個名啦，有租客個名啦。咁地產代理係有責任咧係即係簽約當天咧，係為大家做一份嘅即係查冊。呢個查冊咧就係香港嘅土地註冊處裏面咧係每一個物業咧有個資料喺度嘅。咁咧個查冊咧每一日其實佢每一日有個更新喺度嘅。咁裏面嘅資料就最更新最係 update 㗎啦，叫做嗱咁咧就會睇翻嗰日查冊嘅日期，究竟我哋睇呢個地址係唔係呢個業主？嗱，頭先我哋講嗰個業主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係張三同阿李四啊嘛咁樣。咁而家我哋嘅業主就係阿張三就係李四啦。咦係喎，最後呢個業主係張三李四，大家有個安心啦。哦，今日都依然冇變到，都係張三李四。咁你簽個合約嘅時候咧，你要做好安心。究竟你同緊一個咩嘢人嘅去簽呢個合約啦？嗱，大家要留心咧，就係頭先阿江律師都有講過啦。咁究竟呢個若果個業主個出租人個名啊，講緊租呢個問題先嚇。出租人個名唔係業主個名，係咪有問題咧？嗱，要視乎係乜嘢嘢啦。若果佢係一個二房東，即係話佢由業主度租完之後再租俾第三者，咁咧係可以嘅。若果業主同意的話，咁所以咧一定要知道究竟業主同唔同意。咁業主同唔同意咧？呢個係亦都係持牌中介咧係有一個責任咧，係確保呢一樣嘢係要查咗呢樣嘢咧，先至可以咧就幫個二房東出租。若果唔係嘅話咧，你大家就要好警惕，究竟點解出租人同業主個名係會唔同嘅咧？因為剛才有講嗰個就係話你喺個土地查冊係睇到業主個名噶嘛。好啦，喺呢度咧亦都即係要同大家分享下少少嘅個案啦。咁頭先剛剛阿 Grace 咧就都講咗，就係話最近有個案咧，就係其實基本上嗰個人咧，佢係租咗個地方之後再租俾另一個人咁樣。咁而嗰個人咧，其實佢係一個即係二房東嘅身份啦，但係基本上咧個業主都唔知道原來佢可以再出租俾人嚇，佢只不過以一個二房東嘅身份咧收咗啲錢之後咧就冇俾個業主。咁你作為一個最後嘅租客租嘅地方，其實業主係收唔到錢嘅時候咧，個業主知道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掟你走啦，因為呢個租約咧就根本就無效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見過一啲嘅情況係啲咩咧？就係
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同一個即係聲稱係代理嘅人咧，就做一個即係叫做租房顧問嘅身份咧，就簽咗一份咧就叫做租屋委託書咁嘅文件喎。咁呢份文件咧，佢係寫咗好多嘅資料喺度，其實又唔係一份嘅租約，業主係冇簽名落去嘅，係只不過係同嗰個即係中間人咧簽咗，就話啊，我又以乜嘅條款咧就租咗呢個地方啦咁樣。咁其實咧其實冇租過嘅嚇，咁業主當然即係亦都係一樣啦，即係唔承認呢一個租客嘅，咁啲錢咧亦都係冇咗啦嚇。嗱，咁另外若果係買賣嘅話咧，亦都有一啲咧大家要警惕嘅。因為咁多年以嚟咧，我哋都曾經見過一啲情況，就係話有一屋多賣啦。咁其實係咩咧？就係佢可能係一啲嘅樓咧，佢係好短時間就係一路收咗好多嘅臨時嘅訂金啊，各樣嘢。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嗰個係假業主嚟嘅。佢收完咗訂金之後咧，就係走咗佬。又或者佢係用一個假業主嘅身份去收訂，或者係一啲簽合約嚇。咁咪直情有啲咧就會可能咧就係冒充為業主做一個即係租咗業主嘅地方，以一個業主身份去開門嚇，令到你以為佢係一個業主，咁跟住就賣呢層樓嚇。咁呢啲情況咧，亦都係咧我哋點樣去識破佢咧？其實我哋首先就都係要睇翻嗰個嘅嗰個土地查冊，究竟嗰個人係咪嗰個人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就係用業主作為一個業主嘅授權人。咁咧就係亦都係假嘅授權書咧，就作為好似業主授權人咧去出售一啲物業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手法。嗱，咁所以如果大家要留心嘅咧，就係究竟個樓價係咪遠低於市價，或者係咧即係臨時嘅訂金咧又係收好高啊？即係啲即係咧好似好着數咁啊？咁或者但係好奇怪喎。通常嚟講，頭先講嘅説話，因為10% 到嘅啫，訂金都係咁，點解要收20-30% 咧？咁其實係咪大家要留心啲咧？咁另外嚟講咧，若果嗰個土地查冊裏面，大家睇到，咦嗰個業主喺呢層樓係都已經係幾十年冇喐過咯喎。咁呢個似乎我哋推斷到一個年老嘅業主，究竟會唔會即係話嗰個業主已經或者唔喺度，或者佢丟空咗層樓好耐，而一啲嘅匪徒咧就可以乘虛而入咧，就做一啲假嘅房契，或者甚至乎咧就係佢叫做咧就係遺失樓契。嗱，個遺失樓契係點咧？若嗰個土地查冊見到咧有一個遺失樓契聲明書咧，咁變咗嚟講，佢根本上佢冇樓契嘅時候咧，佢就扮有樓契咧，就去賣樓啊咁樣。嗱，咁其實咧，若點樣去避坑咧，就大家可以睇睇，就係話其實我哋有出個指引咧，就係即係教啲代理咧點樣可以協助即係買家嘅。咁咧，如果你盡可能就係透過律師去託管一啲訂金咧，就會安全啲嚇。不過咧，當然究竟對方譬如話賣方肯唔肯將呢個訂金係透過律師託管，因為即時收唔到錢啊嘛，咁咧就要大家磋商嘅嚇。嗱，咁最後咧我就希望咧就大家睇睇呢幅圖啦嚇，即係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咧？咁大家要留心一下啦嚇。首先第一就唔好光顧一啲嘅無牌嘅中介啦。第二咧就係話自己亦都唔好話有人嬲你，喂你做代理啦，你再介紹啲朋友啦咁樣。嗱，呢一個咧亦都係犯法嘅嚇，亦都咧就可能咧就涉嫌咧就係即係串謀同埋一啲其他人咧就係即係做行騙添嚇，咁啊件事就可以好大件事。咁希望大家咧就特別留心。咁最後咧就係有一個總結啦嚇，大家要睇合規嘅廣告嚇，揾有牌嘅中介，實地睇樓，小心睇合同，確認業主身份，同埋咧如果有錢嘅話咧，應該咧就係直接交俾業主嚇。咁啊，多謝各位。唔該晒陳總監嘅分享啊！總括嚟講咧，就係無論喺香港租樓又好、買樓又好，記得咧就係揾持牌代理，咁就可以有更多嘅保障啦。接住落嚟咧就係問答環節啊！我哋將會為大家解答我哋收到嘅各位觀眾嘅問題嘅。首先第一條問題咧就係想請教下 Grace 嘅，就係想問啊，如果發現我租樓俾人呃咗嘅話，可唔可以直接揾香港警方去到追討損失嘅咧？咁如果佢係租嗰個地方咧係喺香港嘅話咧，其實咧佢應該咧就揾翻香港警務處咧係去報案先嘅。咁正如我啱啱都講過啦，咁如果佢係發現咗，即係正如我啱啱之前嗰個案例都好啦，咁佢發現咗自己俾個真嘅業主踢翻走啦，因為原來佢交嘅租金咧根本就唔係俾翻真業主嘅，咁所以咧佢就報案啦。咁當其實全部都係喺香港嗰個地方咧，就去翻佢哋附近嘅警署啦、網上啦咁樣作出報案嘅。
即係萬一有咩事嘅話咧，可以揾香港警方咧幫忙去到追討損失嘅嚇。下一條問題咧，想問下江律師啦，就係租樓嘅合同入面啊，需要注意邊一啲嘅法律條款嘅咧？點樣確保到我所租嘅樓咧係合法租賃啊？好啊，嗱，租樓咧好多時候咧就最緊要就係租期啦，租金啦。咁啊，另外咧就要睇下有冇一啲特別嘅責任啦嚇，譬如可能維修責任會唔會好即係好嚴重咧咁樣。咁另外咧就係要睇下咧譬如有關嘅條款，譬如你見到原來特別詳細喎，頭先好似阿陳律師所講，一般嚟嘅應該好簡單嘅啫。原來咧有幾十頁紙嘅時候咧，咁作為租客咧當然就要小心啦。咁但係一般嚟計咧，大家可以放心嘅，喺香港嚟計租樓咧都係有一啲比較標準嘅條款。咁如果遇有疑問嘅時候咧，我就會勸大家一定要咧請教律師啦。好啊，下一條收到嘅問題咧，就想問下陳總監嘅，就係地產代理咧，可唔可以同時係佢向我推介物業嘅業主，或者由業主委託管理嗰個物業嘅人呢？即係陳總監啱啱講到嘅雙邊代理啦嚇。如果可以嘅話，要特別注意啲咩㗎？係嗱，就如果啲雙邊代理咧，其實而家香港係可以嘅嚇，咁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特別而家嚟講喺市場上面咧，好多即係地產代理咧都係一個以雙邊形式嘅。咁首先第一咧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你透過代理係一個雙邊代理嘅時候咧，咁其實代理係有責任咧，就要向即係雙方面咧就係即係所謂要透露佢所謂嘅利益嚇。咁利益就裡面包括咧，當然係一個即係金錢上嘅利益啦，裏面又包括甚至乎就係佢究竟喺兩方面收嘅佣金係幾多咧嚇？呢個方面咧，佢係要向雙方面透露嘅。咁另外嚟講咧，即係佢亦都係要做一個持平嘅工作嚇。咁其實你基本上咧就雙邊代理同單邊代理咧個分別就唔係話太大嚇。不過咧，即係個代理本身嚟講咧，佢嗰個對利益上面嘅透露咧係要公開咁樣嚇。下一條問題咧，相信好多嚟香港讀書嘅朋友咧都想問㗎啦。咁啊，想請教阿 Grace 啊。我今年咧會去香港讀大學㗎，我喺小紅書啊睇到一啲嘅港漂啊同埋大學嘅學者啦，佢哋話有樓介紹喎，睇起嚟咧都相當唔錯㗎，我可唔可以直接揾佢哋幫忙嘅咧？正如剛才咧，我哋如果兩位嘉賓都講過啦，咁咧小紅書或者其他地方見到嘅資訊咧，第一未必作準嘅，第二咧就係我哋都建議翻咧，就向翻一啲持牌嘅機構啦，或者係一啲 agent，即係嗰啲地產商咧，咁就去做呢一個租務啦或者買賣。咁如果小紅書上面見到係好吸引嘅，我都明白。咁但係咧，啱啱阿律師都講過啦，就唔好隔山去買牛啦，或者打牛啦。咁你最好咧就係去翻無論你覺得點樣吸引都好啦，你最好就係落去一次咧，見翻你想租嘅地方，去睇一睇實況先至好作準嘅。咁當然啦，剛才我哋提過嘅所有嘅 tips 咧，大家都希望咧就記得，就到時咧就核實翻佢哋嘅身份。所以最可靠咧，應該都係揾翻持牌嘅代理啦，有更多嘅保障啦嚇。下一條問題咧，就係想問下陳總監嘅，我咧準備出年就會喺香港讀研啦。咁啊睇到新聞報道就話香港有好多租樓嘅騙案喎，好擔心自己都會遇到啊。請問咧，有冇啲可靠啲嘅租房網站可以提供到租金低廉嘅真實房源咧？陳總監。係咁啊，我諗咧就首先第一樣嘢咧。若果你同個市場個價值係有即係特別低廉咧，我諗你要特別小心就真嚇。咁所以咧就應該嚟講咧，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就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嘅嚇。咁有邊啲嘅網站係特別可靠咧？咁我當然啦，我唔可以喺度賣廣告啦。咁啊，但係就大家都可以咧，即係透過一啲嘅公司嘅官網啦嚇，因為有邊幾間地產代理公司。官網你可以睇啦，甚至乎香港其實有好幾個一啲樓盤嘅網站咧，都係做得比較係即係都幾符合到我哋嗰個要求嘅嚇。咁嗰啲咧就大家可以咧就係可以睇睇嚇。其實我最重要都呼籲啦，即係大家就千祈就唔好去信賴一啲嘅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啊嚇，因為啲社交媒體好多時呢啲個人發放咧。嗰啲嘅資訊咧，其實有好多都係相當之誇張嘅嚇，咁同埋亦都係海量咁多啦，咁變咗即係大家你其實即係充斥住咁多唔同嘅資訊咧，其實你都充分頭腦，究竟邊啲係正確，邊啲唔正確咧？佢
佢又唔係一啲官方嘅資訊嚇，咁所以呢個咧即係大家係要特別留心。即係唔好咁容易受到誘惑啊！見到特別平咧，就更加要特別小心添啊！下一條問題咧，都係想問翻阿陳總監嘅，就係想問啊，地產代理收取嘅中介費用咧，其實係點樣去釐定嘅咧？係唔係有法律規定嘅一個費用標準喺度㗎？係就佣金呢一方面咧，其實係冇一個法律嘅規定喺度㗎嚇，咁所以咧就大家係可以議價嘅嚇。不過市場上面咧就即係大概係幾多咁樣，即係可以俾個參考㗎啦嚇。咁買賣嚟講咧，大概咧就係一個即係1%啦。咁若果係租嚟講咧，係半個月至1個月不等啦，個租金嚟講就嚇。咁所以但係就全部都可以議價嘅嚇。咁若香港有法例規定咧，就唔可以即係合謀定價咁樣，係喺香港係唔得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係即係作一個參考啫。好啊，繼續收到嘅問題咧，我哋就想請教下江律師嘅。咁我咧喺社交平台又見到有好多香港樓嘅租金折扣喎，但係通常都話咧要預繳1年嘅租金，呢個係唔係香港租樓嘅一啲規定嚟嘅咧？平台仲話咧可以睇相啊、睇短片啊，就了解到嗰層樓嘅狀況喎，可唔可靠嘅咧嚇？嗱，喺香港嚟計咧，就冇一個法律嘅規定話我哋要做一啲預繳嘅租金嘅安排嘅。咁嗱，租客咧如果一次過要繳付咧，哇一筆即係譬如1-2年嘅租金一次過去交晒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㗎。嗱，譬如如果個業主有一啲我哋叫做財務不穩啦，係咪？或者佢自己走咗去啦，唔知去咗邊，或者爭人錢嘅時候咧，咁啊分分鐘咧你預繳嘅租金咧就會凍過水㗎啦。咁呢方面咧就一定要小心。嗱，另外咧，其實我哋頭先幾位都有講過啦，睇樓係好重要嘅。嗱，睇樓咧，其實除咗係可以去，譬如知道下個業主係邊個啦，係咪啊？親身去可能要同佢傾幾句啦。另外咧，仲可以其實核實到嗰個物業裏邊咧嘅狀況嘅。如果你係唔睇樓，你就簽咗臨時租約或者一啲我哋叫做臨時嘅買賣合約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候咧就會當你已經係接受咗個物業嘅狀況，咁到時咧你要反悔嘅時候咧，就理論上係會好困難㗎啦。下一條問題咧都係繼續想問關於租樓嘅，咁啊想問下陳總監啦，就話我個小朋友咧暑假嘅時候話想短租2個月，咁但係我發現咧好多嘅租樓嗰啲要求咧都要簽1年嘅合約嘅喎，有冇啲可靠啲嘅短租渠道嘅咧？其實如果你短租嚟講咧，即係我相信咧，即係你都要睇睇有冇業主肯咁樣做先得嚇。因為即係如果租樓嚟講，究竟即係唔係第單方面噶嘛嚇？咁其實如果係短租嚟講，係可能即係你選擇就係除咗真正嘅一個即係單位之外，可能或者要考慮下，即係會唔會係酒店啊、一啲嘅服務式嘅住宅啊嗰啲啦嚇。咁呢個咧就係要視乎究竟撞唔撞得啱有咁嘅業主。可以接受到一個租客住咁短時間咯嚇，一般業主就都未必會係有咁嘅興趣，因為佢可能有個成本喺度啦，又要俾經紀佣金啊各方面啊咁樣。咁如果你2個月嘅話咧，係比較困難嘅。問咗好多關於咧租樓嘅問題咧，又想問下關於買樓嘅問題啦。想請教下江律師㗎。請問咧，如果我買全新盤嘅話，買方律師咧可唔可以就嗰個買賣合約條款去提出修改嘅意見㗎？非常之好嘅問題。嗱，喺香港嚟計咧，有時我哋一啲叫買樓花嚇，即係話一啲可能未起好或者係剛剛起好，仲係喺發展商手上賣俾你嗰啲。嗱，咁喺一般嚟計咧，喺嗰啲嘅住宅樓盤咧，無論係嗰啲合約啦嚇，即係主要嚟計係一啲正式買賣合約咧，都係經過我哋香港政府地政總署嘅審批嘅。嗱，理論上咧，正式合約咧就唔會容許有關嘅更改嘅。咁當然啦嚇，如果咧係譬如真係起好咗、完成咗嘅，咁嗱理論上咧都可以透過律師咧嚟計去審議有關嘅正式買賣合約嘅。咁但係呢方面咧就要小心。咁但係通常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嘅。如果由地政總署審批過嘅正式買賣合約咧，一般嚟計都好穩妥㗎啦。所有最基本嘅條款咧都已經係擺咗喺嗰度㗎啦。
好啊，下一條問題咧比較詳盡啊，想請教下陳總監嘅，就係有關租屋印花稅嘅問題啦。嗱，據本人所知咧，身邊好多同學喺租屋嘅時候咧，只係簽一份嘅租約合同，而唔會打呢個印花稅嘅。咁啊，想問下呢一類嘅租約嘅法律地位係點嘅呢？如果一般情況唔完全受到政府承認同埋保護，學生租客應該點樣去避免啊？因為業主咧可能更加傾向逃避交呢一個稅啦，而學生租屋嘅需求咧又日益增長喎，即係話如果學生因為業主唔願意交印花稅而選擇唔租嗰個業主嘅樓，但係市面上都依然有好多學生需求㗎嘛，咁最終學生咧可能就會被逼簽呢份租約而冇交到印花稅㗎，咁點樣處理好呢？其實咧，即係印花稅嗰個重要性咧，就係將當嗰個物業咧，當嗰個租賃係大家有爭議嘅時候咧。咁呢一份租約能唔能夠拎到上法庭作為一個證據啦？咁就係即係去作為一個證據去大家即係追討啊一啲嘅損失啊咁樣嘅。咁所以若果即係有啲業主可能為咗即係慳少少錢啦，咁就唔肯去打呢個印花稅啦。咁其實而家市場上面咧印花稅咧，即係除咗係分揀單位啦，咁係業主係要付出嗰個印花稅個費用嚇。咁亦都係即係法例規定咗係業主一定要做嘅。咁如果你話普通一個單位嗰啲咧，唔係分揀單位嗰啲咧，咁而家市場上面咧好多時咧都會係一半一半咁樣做法啦嚇。咁如果你話業主方面其實佢真係唔肯咁你可以選擇租唔租嗰個單位啦。又或者另一個選擇就係你自己攞份租約去打都得嘅，其實係因為你打份嗰個印花稅，其實你只需要你俾足嗰個印花稅嗰個價錢嚟講咧，咁已經係可以將嗰個印花稅咧就做咗喺個合約裡面㗎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啲業主真係即係唔肯大家去分擔嗰個印花稅，咁其實你自己拎去打嗰份印花啦嚇，咁都可以嘅嚇。咁呢一方面咧就我諗下江律師有冇啲補充喺度？一般嚟計咧俾印花稅咧，其實雙方都可以俾嘅嚇。咁其實作為譬如買家啦或者租客嘅律師咧，一般嚟計都係會比較緊張呢一方面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如果有律師嘅話咧，律師係會確保呢一方面係做妥嘅。好啊，非常之清晰啊！跟住翻去買樓嘅問題啦，想問下江律師嘅，請問物業有按揭嘅話，點樣確定咧業主喺轉讓之前已經還清晒啲按揭呢？好啊，嗱，大家咧就可以放心嘅。一般嚟計咧，我哋喺律師會咧，我哋都有規定嘅。喺物業咧，如果個交易成交嘅時候咧，如果作為一個買家嘅律師，我哋見到個物業係有按揭咧，我哋喺去到俾錢個業主嘅時候，喺成交嘅時候，我哋係要確保有關譬如嗰個按揭咧，嗰啲款項啊係一定係要清還先得嘅。咁所以舉個例子啦，如果嗰個樓價尾數係100萬嘅，如果我見到有按揭，第一我要確保佢仲爭銀行幾多錢。如果佢仲爭銀行70萬嘅時候咧，即係話喺個樓價尾數裏邊嘅100萬嗰70萬，我係一定要直接係要寫俾銀行，愛嚟支付有關嗰個按揭嘅餘款嘅。如果剩翻嗰30萬咧，先可以交俾嗰個業主嘅。好啊，咁跟住下一條問題咧，想問下陳總監㗎，就係點樣先至可以揾到持牌嘅中介㗎？喺乜嘢平台上面租樓最好咧？係都係一樣啦，千祈就唔好即係淨係信賴一啲嘅社交媒體嚇，因為啲社交媒體咧就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太多資訊，同埋咧亦都係好個人嘅資訊嘅。咁如果你要揾一個中介嘅話咧，其實最穩妥嘅咧都係喺一啲嘅即係官方嘅一啲網站嚇，例如一啲嘅地產代理公司嘅官方網站啦，去攞一啲嘅資訊，同埋咧去揾一啲嘅合適樓盤嚇，同埋揾一個嘅持牌嘅代理。好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多謝晒3位嘉賓嘅解答啊！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講座已經嚟到尾聲啦，非常之多謝今日幾位嘉賓抽空出席，同我哋作出咗咁多寶貴嘅分享嘅。咁如果市民咧想知道更多有關來港租買房屋避坑嘅資訊，可以上翻我哋地產代理監管局嘅消費者教育網站 smart.eaa.org.hk 了解多啲。網頁仲有更多有關租樓置業同埋委託地產代理嘅資料咧，俾大家參考㗎。希望咧我哋下次仲有機會同大家見面啦。多謝各位，拜拜。